主后2024年12月29日，三个教会主日礼拜。大圣，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上卷26章12、19、14节。这个是圣殿守卫的班次，照因的班长分派，甲因的兄弟做伙伫上主的殿服侍。因无论老还是少年，拢照因的宗族抽签固守逐个门。抽到固守东门的是示利米亚，伊的囝撒加利亚是真有才能的顾问，人甲伊抽到固守北门。弟兄姊大家平安。2024年搁过2天就结束。时间对咱活地人是有意思也有意义的。咱用时间做划分，计划咱要做的代志。时间也是一个大家公定的单位，所以咱知影今仔日是主日，是礼拜日，上午10点伫教会有主日礼拜，所以咱伫即个时间来到伫教会做礼拜。已经过去的时间是无可能搁倒转来，总是咱也通将过去的时间点所发生有意义、有价值的代志做记录甲回顾，互咱留落历史的轨迹，通做逐种资料、数据的统计比对。甲参考以及再利用。历代志是将以色列人伫亡国前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做系统性的整理回顾，然后也诚侪遮个受领回归故乡以色列人重新认捌因的过去历史的教材，也诚侪因要继续成做上帝选民新的指标。历代志上卷25章到26章记载，大卫王伫圣殿时代分配利未人担任圣殿顶服侍工作的新的职务。遮有真详细记载利未人各家族负责圣殿相关的职务是甚物。这也互遐个受领回归故乡的以色列人，尤其是利未人的子孙，会当真紧根据因所属的家族，找着因的根源，甲各自着真服侍工作的位置，就通真紧互一切圣殿敬拜甲服侍的事工进入运作的模式。历代志25章到26章，大圣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咧讲圣殿的音乐侍奉人员。25章第1节到31节，咱知大卫伊本身也是一名真杰出的音乐家，伊本身会写诗歌、创作歌曲，会晓演奏、演唱。根据历代志上卷23章第5节，大卫甚至会设计甲制作乐器。大卫伫音乐上的成就，并毋是干那为着娱乐，也是排解孤单无聊。伊的音乐甚至有治疗扫罗王，互伊精神稳定的功效。总是对大卫来讲，伊伫音乐上上界重要的创建甲作为，就是用音乐来服侍敬拜上帝。大卫本身写袂少的诗歌，有诶收录伫诗篇的中间。为着安尼，大卫为圣殿的需要，组织利未人做专职的圣乐团队，负责日暝24点钟敬拜俄勒的事奉。利未人的中间负责做音乐敬拜服侍的人员，主要是亚萨、
希曼甲亚杜顿三个家族的后代，也照因的囝的名编排24个班组，由家主指挥因的囝甲兄弟来担任职责。每一个班组是12人做一个团队，因受分派，亲像先知唱上帝的信息，也用琴、瑟、喇叭伴奏颂赞服侍上帝。第二段第26章1到19节，咧讲圣殿的守卫。圣殿有东西南北门、西利基门以及仓库门，需要有人轮流做守卫来顾门。利未人中间固守圣殿做守卫工作的，主要有3个家族：克拉族的米斯利米亚、米拉利族的何撒以及俄别以东家族。第3段是26章20节到28节，管理圣殿府库的工作。圣殿的府库有分一般人民奉献的府库，也有收藏圣的器具的府库，也有作战得到的战利品圣化的府库，也有大卫王甲各种族领袖以及军官所献的金钱物件的府库，甲其他特殊人物，亲像扫罗王、先知撒母耳等等所献圣化归属上帝的物，拢分别委派利未人的家族负责做册管理。第4段是其他利未人的圣属工作，26章29节到32节，属于利未人各轄家族中间其他的利未人的这个宗族受派担任耶路撒冷圣殿以外的事务，有的做代笔国家的官长甲审判官，原文是士师，也有的是办理约旦河西岸，也有的是办理约旦河东岸，做服侍上帝以及王所有的事。王的事也通讲是世俗的事，可能也包括税务方面的定收。总讲，利未人通讲因毋若是祭司神职人员上好的助手，因也正做大卫王的政府甲社会活络的帮手。对历来志上悬25章到26章，互咱通学习到啥物？头一项咧讲到着侍奉有分职分，总是工作并无尊贵甲卑贱。人类的社会检测会将人分等级，看头路甲工作也有尊贵也是卑贱之分。毋过伫圣经中，每一个人拢是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伫教会中，每一个人无分身份，也拢是主内的兄弟姊妹。主耶稣讲，要做大个，着大先做奴仆，诚侪众人会找用。主耶稣也是处奴仆的形象来到世间，也牺牲伊家己的性命来赎回咱众人类。因为安尼，当咱伫看服侍侍奉的职分，其实伫教会中做牧师，也是讲做工友的，只是职分无共若定，并毋是讲做牧师就比中职较悬一级，做中职就会比做会友较悬一级，会友阁比
无着有较悬一级，毋是无即个代志。伫服侍所做的工作，也毋是讲会当徛讲台讲倒讲，就会比清便所拼粪扫就搁较高贵，毋是。利未人偏偏也甲其他的以色列人相款，拢是雅各的子孙，只是利未人是受分别为圣来担任神职工作，因为生活需要，也是需要靠其他的以色列人的供给。利未人也分做阿伦的后代做祭司的，甲一般的利未人。利未人主要的工作是协助祭司做圣殿甲敬拜的事务。伫大笔的时代，也对利未人的中间另外竞选部分的家族，有的担任圣乐服侍，有的担任顾门守卫，有的管理库房，有的协助政府做官员，也是其他的代志。总讲，这得讲以色列人因是一体的，是信仰的共同体，民族的共同体。也亲像保罗甲咱讲，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咱就是肢体，彼此咱是一体的，是共同体的关系。头袂当离开身躯，骹甲手也平平，拢是重要。第二，伫遮咧讲到工作虽然有分成甲俗，毋过偏偏拢是好同工。历代志上卷26章29、30，讲有的利未人受派去办理上帝甲王所有的事，属上帝的事是神圣的事，若是王的事，大部分是凡俗的事。做神圣的代志，咱会认为讲迄较高尚。若是办理凡俗的事，咱可能认为迄是粗俗，也有可能是卑贱的。譬如讲，伫教会参加圣乐队献诗，这是神圣的服侍。若是负责做粪扫分队，也是主食爱餐检测，咱会讲迄是凡俗之事。毋过事实上，逐项工作，毋管是圣也是俗，拢需要有人去做去分担。任何的代志，只要是正当的头路工作，也拢会当荣光上帝，也互人得到利益。要紧的，咱爱彼此相听，诚做互相协助、互相欣赏的好同工。圣甲俗当然也有分别，有时也有伊的必要性，也是讲绝对的必要。像祭司伫执行圣工职务的时，就必须要洁净家己，甚至伫上亲近的人过身的时阵，也有真严格治伤的禁忌。阿伦原本有4个囝，总是大囝拿答甲第二囝阿比户违反圣俗禁令，用反悔献互上帝，结果互上帝处罚而亡。说明担任神圣的领域的工课，就要用敬畏甲敬畏的心来服侍。若是一般的俗事，毋管是咱家己的代志、家庭的事务，还是公共的事，咱也着要用疼人亲像家己的心去做。因为约翰一书第4章12节讲，无人捌看见上帝，咱若相疼，上帝就踮伫咱内面，伊的疼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咱疼上帝也着疼人，因为彼此相疼的人，才是真实疼上帝的人，也真实显明伊是属上帝，也是有上帝同在的人。第三，伫遮咧讲分工合作、团结合一。
历代志的作者实际上伫讲辉煌盛世的代表王朝，并毋是靠代表一个人，也是少数亲信忠臣就通支撑整个的国家，也是民族的运作。那照23章第39、第50记载，当时30岁以上的利未人就38000人，其中24000人受分配管理圣殿的事务，6000人做政府的官员甲司法工作的人员，有4000人做圣殿门口的守卫，搁4000人用乐器称赞上主。虽然已经看起来有遮侪人，毋过服侍的人犹无够，就放宽定调20岁以上的利未人也着参与伫服侍的事工。遮个帮代的无名英雄，彼此分工合作、团结合一，互敬拜上帝的代志，甲国家政府的运作，偏偏得到良好的机能机制，也带予以色列人民空前复兴甲繁荣。这也诚侪后来以色列后世所咧怀念甲期待上界美好太平盛世的标准，也因地仰望弥赛亚的国度，就是要恢复大卫王朝的荣光。真教会要复兴，也毋是靠一个亲像明星级的牧者，也是讲有优秀的中职同工侍奉团队。教会也需要甲上帝同工，也爱有上帝的同在，也需要有正兄弟姊妹，大家彼此相听，分工合作，团结合一，才当互教会发挥应有的功能，来荣光上帝日伫人，也诚侪福音好的见证。咱展望新的一年，也愿咱若听主、听人、听教会，也因为有你甲我，教会也若复兴。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2024年，对阮的疼痛引带照顾，互阮无论顺境无论逆境，所过去的遮个代志，也拢诚侪对阮的利益，甲帮赞，也求主你也帮赞看顾，互阮伫未来新的一年，也相款会当搁较听主、听人、听教会，荣光主你的名，也互人因为阮来得到利益。献上感谢、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